我諗對我嚟講，究竟咩叫做設計咧？即係我哋成日都好容易，即係今日好多時唔係好明白設計呢行嘅人，一啲外行人，好容易以為設計就只不過係整一啲靚靚地嘅嘢，你平面設計又好，商品設計都好，就係話家具設計咩設計都好，就係做一個靚嘅嘢、好睇嘅嘢，吸引人。最多可能諗下啊，個用途都幾好用咁樣，但係呢一種對設計嘅諗法咧，其實係一種好似將設計想像為一種修飾啊，即係好似有件嘢係已經喺度噶啦，咁然後跟住我哋要做嘅嘢，做設計人要做嘅嘢，只不過係將已經喺度嘅一樣嘢做一啲包裝，做一啲外邊嘅加加減減嘅東西。但係我覺得一個真正認真嘅設計師冇可能係咁樣思考嘅。譬如話劉小康，我對佢嘅作品嘅印象係，佢無論做緊設計又好，或者做緊藝術品都好，佢好多時都會從一啲更加根本嘅問題開始去問。譬如如果佢今日要設計一個水樽，佢首先要問嘅問題唔應該係話而家已經有好多款水樽喎，我哋點樣做一款水樽可以出奇制勝咧？咁樣佢會諗嘅問題，通常佢會翻轉頭去睇究竟乜嘢叫做水樽。我哋譬如話問啲學生，你話咩叫做一個杯啦？咁個杯咪就係一個裝水嘅一個容器咯。譬如好啦，咁跟住你可以再問嘅。咁請問一個杯同一個碗有咩分別咧？其實兩個都裝到水嘅喎，即係但係點解你一睇你會覺得呢個係碗，嗰個叫做杯咧？或者有時有啲含混嘅，即係譬如日本啲茶杯通常係茶碗嚟嘅，咁你點樣去分呢？幾時一樣嘢可以裝水嘅嘢？幾時叫做碗？幾時叫做杯？幾時叫做樽呢？即係如果你唔去問一啲咁根本嘅問題嘅話，你冇辦法掌握到一個物件嘅本質，或者一個圖畫嘅本質，或者譬如話做平面設計，通常係幫緊一個活動、一個演出或者一個乜嘢 function 做宣傳都好。咁嗰樣嘢究竟係乜嘢？你一定要問呢啲根本問題出發。咁所以我諗對劉小康嚟講，喺佢嘅設計入邊最重要嘅嘢，乜嘢決定咗佢嘅設計啦？就係對每一樣佢而家要處理嘅課題，做一個本質上面嘅設問先。呢樣嘢係乜嘢？例如一個水樽，可唔可以唔係本來咁嘅樣？個樽蓋可唔可以再大啲？個樽身可唔可以係扭曲嘅咁樣？即係你唔問一啲根本嘅問題嘅話，你唔會有空間俾你去重新思考嗰個物件，亦即係外間所謂嘅設計師嘅創意，係從呢個地方嚟嘅。我有啲印象係喺台灣嘅成品，佢有一個作品嘅展覽，由我哋有一場對談，咁我哋就講緊佢做嘅椅子戲嗰件作品，好似係嗰個環境下邊，我唔知點解會噏咗句咁嘅嘢。我諗大概嘅意思係話，佢想用一個佢作為一個設計事業上邊咁有成就嘅人，佢太知道個市場要乜啦。一個成功嘅設計師一定係一個好能夠打動到市場嘅人，但係佢又唔止係咁，因為佢可以喺佢一個令到個市場接受嘅設計產品入邊或者作品入邊，其實佢有好多自己一套諗法，而嗰啲諗法可以有一種好顛覆嘅潛能喺度，只不過睇你睇唔睇得到，睇唔睇得出。佢其實埋住咗一啲嘢，係可以改變我哋大家對嗰件事嘅一啲嘅諗法同睇法。咁特別係椅子戲嗰個作品，即係睇落去就係好得意啊，好靚嘅凳啊咁樣。但係入邊其實牽涉到嘅係一啲對於權力嘅重新思考嚟嘅，因為你啲凳點樣擺，有幾大，個空間係點，你同佢個關係係點，全部係一個權力關係嚟嘅。我覺得劉小康做椅子嗰樣嘢，或者做咁多台凳啦，其實一路都係思考緊一個權力問題，唔係一個表面上睇落去靚靚地嘅凳。因為我哋知道
有個時期，大家好中意儲一啲設計師做嘅凳噶嘛，買唔起，屋企唔夠大，買啲模型手板都好，好多人儲。咁啊，Freeman 好似只不過喺呢個潮流下邊去做多咗喎，對於椅子嘅思考。但係佢思考嘅重點明顯同其他設計師唔同，佢唔係諗緊人體工學上面講呢張凳點樣舒服啲，呢張凳點樣靚啲，呢張凳點樣喺材料上邊別出身材，大膽嘅創新嘅工藝。唔係，佢真係諗緊嘅係個同椅子相關嘅空間權力嘅關係。嗱，舉一個具體嘅例子，點解椅係同權力有關咧？譬如話，我哋睇中國就知啊，中國政治每次喺人民大會堂嗰啲國家領導人啊，要喺度開會啊，同人講嘢接見啊，嗱，通常係咁嘅。佢一張凳好大㗎，唔知點解其實人民大會堂入邊嗰啲凳咧，係冇人會坐得舒服，要坐得舒服係一門學問嚟嘅，因為佢好大，你兩手壓開咧，壓到好開，成個膊頭要伸直咁滯嘅，又後邊好深。如果你真係坐到去後邊靠背咧，你會隻腳唔掂地嘅，咁所以你坐上去點坐都唔舒服。咁所以你就要喺上面揾到個方法坐出嚟係又得睇又舒服，其實係一門學問。而就算你掌握到呢門學問，都唔係話你就一定要咁坐，可以咁坐，因為仲要睇你而家同邊個坐。咁我覺得 Freeman 係喺嗰個椅子嘅設計本身喺度思考緊呢啲嘢，所以我諗我大概喺呢個背景下邊講緊佢點解佢係一個騙徒，即係好似表面上做緊啲好符合潮流、好靚嘅，就係大家做緊凳，咁佢咪做咯，但係其實根本唔係。我覺得呢個問題我都好難，一時識咗佢咁耐，20年咁滯，我都好難諗到一個好明確嘅事實。如果要講嘅話，我會因為我識佢嘅時候咁啱係同時識埋根叔嘅，即係大家都好熟嘅，即係根叔又係我好尊重嘅長者。我覺得我會用佢同根叔嗰個關係嚟討論啦。嗰個關係咧，得意嘅地方唔係話劉小康受到根叔嘅影響而造就咗今日嘅劉小康。調翻轉，我會睇嘅地方係佢同根叔嗰個關係太密切，但係因此你更加容易睇到佢同佢唔同喺邊。嗰個唔同嘅地方決定咗佢。嗰個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根叔，你好明顯見到係真係最早一輩嘅香港設計師。喺嗰一輩喺香港做設計師嘅人之中咧，好似根叔咁樣。呢一代人咧，佢哋多數都係想做藝術，然後跟住誤入歧途地做咗設計。即係其實佢哋係想心底裏咧係想做畫家嘅，根叔係想做水墨畫嘅。不過迫於無奈咁樣，香港做畫家冇人行嗰個時候，咁咪做設計啦。好啦，咁啊，所以佢一路做設計咧，佢一路都唔捨得嗰種做藝術嘅嗰個心願。於是乎會雙線並行，然後或者將佢嘅藝術上邊嘅一啲嘅追求放喺佢嘅設計之中，又或者係到後期你見到啊，佢設計做到七七八八啦，覺得唉都冇乜嘢好做啦，唔做啦咁樣，因為專心去做自己啲藝術創作同埋教學同埋研究，咁根叔係咁樣嘅路。但係咧到咗 Freeman 呢一代明顯唔同咗啦，即係我覺得劉小康呢一代人就係根叔嘅弟子輩嘅人。由於根叔嘅工作同埋教學，令到香港真真正正出現咗我叫做係第一代有設計師意識嘅本土設計師。因為根叔嗰輩就頭先我形容，其實嗰個時候香港未有好多人知咩叫設計嘅，唔係咁多人知設計係咩一回事。做設計嘅人全部係讀可能係學畫畫出身，做平面設計，學影相做平面設計。但係到 Freeman 呢代已經唔同啦，呢一代已經好清晰有樣嘢。呢個世界有件事叫設計，有一種職業叫設計師，而佢就想做設計師。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根叔會話俾你聽：喂，你做設計唔可以唔做藝術嘅喎，即係根叔嗰種堅持影響佢。咁於是乎，劉小康就可以試下可唔可以做藝術咧？但係你見到成個路徑係相反嘅。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將呢兩個範疇喺上一代嗰度，尤其係佢哋分得好清楚。你就算今日問根叔，佢都會覺得係兩回事嚟嘅。藝術就係藝術，設計就係設計。因為對佢嚟講，設計就係一個商業活動，係滿足客戶需要。你要將自己放低啲嘅有時，但係喺做藝術家嘅時候，
你係可以比較張揚自我嘅，嗰個係一個冇咁功利嘅、冇目的嘅、好現代主義式嘅藝術觀念嚟嘅，為咗藝術而藝術嘅。但係對於劉小康呢一輩設計師嚟嘗試做藝術創作嘅時候，佢成個思路唔同嘅。佢成個思路係覺得呢樣嘢真係有咁大分別咩？我覺得呢個就係劉小康同賑叔最大分別之一。佢做藝術創作嘅時候，同埋佢做設計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係同一個劉小康嚟嘅。只不過係做緊設計嘅時候，嗰個係一個有個客揾你做啲嘢嘅劉小康。做藝術創作嘅時候，其實佢都會覺得有個客嘅喎。譬如可能一個博物館委託佢做一件事，可能而家咁啱有個展覽，而佢嗰個思路分別唔係太大嘅啫。佢知道呢入邊有商業或者冇咁商業嘅分別，但係嗰個思考緊、創作緊嘅劉小康嘅態度都係一樣。嗰個態度就係之前我哋講過嘅。都係一個嘗試從每一樣嘢嘅根本出發。如果你話邊個最影響佢呢？我會覺得係賑叔，但係嗰個影響係一個曲折嘅影響嚟嘅。我唔能夠同意話香港文化冇進步啦，即係我覺得呢幾年嘅進步好大添。但係只不過呢個進步之中，可能有一啲嘅。即係進步永遠唔可能係單向100%，大家一齊頭向前。永遠係喺一啲嘢嘅進展之中會有所犧牲，有啲嘢少咗，或者有啲嘢會倒退咗，有啲嘢有問題嘅。例如，我覺得過去幾年香港一個令我最開心嘅一件事喺文化上面嘅進展就係真真正正大家出現咗本土嘅文化意識。喺10幾20年前，即係我寫嘢或者我哋講，我哋係香港人嚟嘅。我哋香港嘅文化係乜嘢？香港唔係即係20年前，即係我唔知而家後生仔好難去想像20年前，我哋成日要同人辯論嘅題目係香港係有文化嘅，即係香港唔係文化沙漠嚟嘅，即係香港其實好勁嘅。咁嗰陣時拆城寨嘅時候，我哋就要成日走去拗嘅，要去示威嘅。呢樣嘢點解要拆咧？咁嗰陣時全部人都覺得你好可笑嘅。即係講緊20幾年前，即係會覺得城寨喎，大佬有污糟邋遢阻住地球轉咁樣，你做乜反對咧？即係今日我哋大家年青一代嘅人會覺得好理所當然嘅嘢，其實20年前我哋去講嘅時候係不可思議，冇人明嘅。咁呢樣嘢係我覺得最開心嘅事，就係大家真係睇到香港嘅庶民社會入邊有幾多好可貴嘅因素係我哋應該保留保存。然後香港人開始冇以前咁簡單地一味嘅非政治化啦，即係而家我哋嗰種政治化嘅轉型啦，其實係令到大家對文化嘅睇法更加立體，唔會將文化睇成就係一種完全係高高在上嘅供奉起嚟嘅嘢，而且係同我哋日常生活嘅daily life 入邊嘅 politics 係相關嘅。好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嚟嘅，即係有個咁嘅文化自覺。但係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有啲可惜嘅地方。個可惜嘅地方係點咧？就係有時可能係因為政治原因，大家好看重我哋文化之中嘅某啲元素，即係當前文化討論，我哋特別看重某啲作品嘅某啲價值，譬如話呢樣嘢係咪本土嘅？呢樣嘢對本土意識係咪夠張揚嘅？佢有冇呈現出我哋香港人嘅某種嘅精神嘅前進、勇敢咁樣？或者係大膽？但係有時咧，我哋判斷一啲文化之中嘅現象或者係創作嘅時候，我哋仲需要除咗呢一啲咁政治正確嘅價值之外，我哋仲需要好多套唔同嘅判準嘅。而嗰啲判準有時我覺得係今日係被忽略咗或者犧牲咗嘅。咁但係而家有時我覺得我哋嘅文化入邊咧就會出現咗咁嘅情況，就係從以前好唔中意講本土，好唔中意講政治，佢哋而家全部都講本土講政治，講到有時係得返本土同政治啦。咁變咗其他所有我哋判斷文化上面好重要一啲嘅 standard， 一啲嘅 qualities 就全部被邊緣化咗，咁呢個我覺得係令人好可惜嘅一樣嘢。咁第二就係你話香港文化有冇進步？佢又牽涉另一個問題，就係
我哋嘅文化影響力啊，呢個我都好擔心嘅。就係曾幾何時，香港係成個東亞文化嘅，至少係流行文化一個重鎮嚟嘅。而且唔止係流行文化，就算喺嚴肅嘅文化思維入邊，我諗大家都會忽略，即係今日大家好蝦台啦，唔知道其實台灣有兩三代嘅文化人過去，佢哋嘅主要嘅文化養分係從香港去吸收嘅。更加唔好講流行文化，香港文化對成個東亞社會嘅影響。但係呢一種力量呢幾年係一路下降緊。呢個下降好多人有好多理由解釋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大陸嘅文化工業嘅興起啦，或者係因為大陸嘅市場好大啦，所以香港好多時譬如拍電影、做音樂，你要遷就大陸啦，要佢哋有審查，佢哋嘅口味，佢哋嘅 market 犧牲咗自己啦，可能都係。但係我覺得另一方面係我哋都少咗一啲野心，我覺得，即係比起以前，而家香港文化事業入邊有好多人做緊嘅創作，我覺得有時你太當大陸係一回事啊，即係你好當佢係一回事嘅時候咧，你好容易一係就係嘗試去遷就佢，跟住佢走。另一方面咧就係調翻轉，因為佢太巨大喺前邊，我唔理你，我 ignore 你或者我對抗你。但係無論邊一種態度都好，你都已經當咗佢係一個巨大嘅一個前提擺喺前邊，你心入邊已經太有佢咯。你就算反對佢又好，附和佢都好，你都太覺得佢係一回事。但係唔需要嘅。以前香港人做創作從來冇理呢啲嘢嘅，即係香港人以前啲戲要賣貨去東南亞，從來唔會理東南亞要乜嘢，或者啲嘢要上大陸，亦都唔會理大陸要乜嘢。總之我哋做我哋嘅嘢。我哋做我哋嘅嘢嘅時候，並且係嗰樣嘢係有野心嘅，我係覺得要行出去嘅，係我心裏邊諗嘅嘢係好大嘅，即係我覺得早一輩香港創作者有時諗啲問題，甚至係宇宙性嘅。我諗我哋可能而家需要揾翻以前嗰種氣魄。我覺得第一係先喺劉小康嘅作品同創作之中重新去諗翻，究竟咩叫做設計？即係你如果帶住問題嚟睇劉小康嘅作品，你學到嘅嘢會更多。譬如話你去問點解呢一張海報佢要咁樣做，而唔係就咁睇佢靚唔靚啊，得唔得意啊？即係平時我哋睇設計太容易咁樣去睇，但係如果大家都帶住問題去睇，去問嘅問題係乜嘢令到劉小康會做成咁樣嘅設計？呢一件作品，呢個盒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張凳點解佢要咁樣做？無論係佢歸類為一般嘅商業設計嘅作品又好，或者係藝術品嘅作品又好，我哋都應該帶咗一個咁嘅問題，面對每一個作品嘅時候都問點解佢要咁樣做？佢咁樣做係喺度諗緊乜嘢？佢想處理乜嘢？如果我哋嘅年輕觀眾可以咁樣去睇劉小康呢個展覽，乃至於所有嘅設計展覽嘅話，其實大家會對乜嘢叫設計有更加立體嘅反省啩，我估。